转来镜头，全球国际，美国伫咧做人工智慧晶片的大企业辉达18宣布，要甲晶片公司 Intel 投资50亿美金。这两间大企业合作，恐惊是会冲击到台积电，也阁有超微。华尔街股市18创历史收盘新高，其中标普500起0.48%，道琼起0.27%，拢创新收盘纪录。纳斯达克起0.94%，也瓦群或者是创历史新高。除了联准会宣布降息一码利多消息，市场认为晶片大厂 Intel 有可能会当承接部分辉达受限制业务了，股价大起，大盘也低起。There had been some news earlier in the week about China restricting or banning U.S. chips to be used in some of their AI, U.S. collaboration to build the preeminent kind of AI ecosystem in the U.S. 辉达的支持和 Intel 带来新的转机，这天的收盘计价30.57美金，比前一天起5.67美金，差不多22.77%，是自1987年以来上大单日的起爆。辉达伫这天收盘176.24美金，比前一天起5.95美金，差不多3.49%。辉达将会用1股23.28美金的计价投资 Intel 50亿美金，入股了会成为 Intel 上大股东之一，持股差不多4%。对川普去英国访问的执行长黄仁勋，伊讲这边合作并不是川普政府主导，不过政府若知影应该会支持。You're taking over the world, Jensen.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here. I hope you're right. 双方的合作包括开发个人电脑加资料中心用的晶片，因过Intel代工业务媒体辉达生产运算晶片，会负责拥有双方共同开发产品的中央处理器加先进封装技术。辉达甲Intel合作，在市场上认为是对台积电甲超微造成潜在威胁。台积电做嘛替辉达生产因相关规格 GPU， 所来可能甲部分的业务交予Intel， 一若超微伫资料中心市场可能会失去部分的竞争优势。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